这条路最好重新铺一下，铺出点花是最好。夫人，夫君，哎，快来帮我看看，你说这条路铺个什么花样好呢？青石板啊。那不跟侯爷府一样了？这是休闲的园子，要有点花样，有点格调才好。哎，夫人想铺什么就铺什么吧。二女呢？啊，我把她安置在那边了。小侯爷，夫人，这是那个兰陵公主拿过来的兔子。哦，她人呢？她走了。那这兔子呢？炖了吧？炖了啊！得嘞。夫人，进屋吧。啊！今天的兔子肉真好吃啊！公主送的兔子岂能不好吃？好吃，你怎么一口也不吃啊？妾身自小就不喜欢那怪味。怪了，真是一点口福也没有。羊肉的膻味儿，兔子肉的土腥味儿，都受不了。还有，兰陵公主身上的味道，妾身也不太习惯。你别扯了，行不行？她身上就是我们家花露水味儿。你干嘛？这天色不早了，回去歇息吧。我有点害怕。是啊，这园子这么大，又是刚住进来，肯定会怕嘛。上来吧。夫君，抓紧做卫生巾吧。其实我一直在研究这个改良的方法，努力让用上更好。尿去啊！我害怕。让小蝶陪你去。我不想让他听到我的声音，我害羞。夫人，这孩子胆小，你就陪他去尿一下。我也不敢。拼了！我来给二位夫人壮胆，咱们去尿尿。这次装的不错，上次在侯府你这是左装右装装不好了，不错啊，有进步，有进步。小侯爷、夫人、大夫人，侯爷，你们这是？你们这是干嘛呢？那个钱管家吩咐让我们装置这园子，然后二娘子说了，这园子的院子它多，让都装上这侯府这样的土电话。哦，你忙吧。哎，你不保护我？干嘛呀？小侯爷，公主来啦！啊，快请！慢着！什么事儿？走。啊！哎呀，哈哈，公主殿下！哎，这位就是我跟你说的兰陵公主，快给公主见礼。贱妾给公主殿下请安。果真一个风流俊俏的美娇娘啊！贱妾惶恐，蒙公主谬赞。王夫人客气了，今天来我也没有什么别的意思。一来呢是见见新邻居，二来呢也是看看我这仰慕已久的大唐第一才女。对了，昨天我差人送来的兔子味道怎么样啊？哎呀，那可是我亲自捕获的。谢公主赏赐。
哎呀，公主送来的野兔味道鲜美，果然不同凡响啊！在下谢过公主的赏赐，对公主的厚爱真是感恩戴德，一言难尽呐。贫嘴！哎，王夫人，来，公主。快走，晨练去。啊，快走，让媒婆给你耍一套降妖除魔刀。小侯爷，请小公爷到了。公主安康，夫人安康。四爷是来上课的，正是。坐吧。哎，子豪兄，四爷兄，子豪兄啊，四爷兄这次来上课远了点儿，不烦躁吧？哎，远虽远点儿，可这环境通幽，景色宜人，有何烦躁的？哈哈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请进。公主请。今天我也长长见识，来听子豪上堂课。我有什么地方说的不对的，还请公主指正啊。四爷啊，昨天布置的作业完成与否？啊，是这样。为师忘了你的习惯，来一个。不抽了。你嗓子怎么了？是这样啊，昨日呢，子豪兄留了作业，学生啊是冥思苦想了一整夜。这一夜啊，我是身不离座，目不离题，烟不离嘴，直至凌晨，已分不清窗外是晨雾还是烟雾，辨不清是东南还是西北。终于，功夫不负有心人。就在晨曦冲破迷雾的这一刻，学生也顿时拨云见日。题虽然解出来了，可这嗓子也成了这般模样。哎呀，兄弟辛苦了呀！不敢，为人民服务啊！那就把答案公布出来给大家听听吧。回老师的话，这个作业好像也是错题。错题？拿来我看看。说不。这个题目我仔细的审了一下，这道题不是出错了，而是出深了呀。这道应用题应该用2元一次方程来解答。以你现在的功力，还是解答不了。四爷呀，你应该好好审一下题，再仔细的思考一下。为师给你出这道题，目的是让你对此类的题目加深印象而已。拿笔来，为师给你解答一下。对呀，原来是这样的算法呀！快请子豪兄传授妙算之术啊！今天这道题呢，咱们就算到这儿啊。以你现在的进度，我看再有个1、2个月，也不一定能解答出来。但是为师要对你有一介忠告：这个求学之道啊，讲究的是循序渐进。贪嘴嚼不烂，欲速则不达。所以四爷兄啊，切记，切记。学生受教。小侯爷可真厉害，是个有学问的人。比起小公爷呀，别有一番威武呢。哎，你想要一条内裤吗？二夫人，我想要你那种的。谢谢二夫人。小点声，你们讲课呢。那么，咱
咱们今天就来浅谈一下骑兵与步兵的战术，请子豪兄赐教。要知道，在整个战局上，骑兵的运用是至关重要。它的运用好与坏，直接关系到整场战局的胜败，乃至国家的存亡。那么，骑兵与步兵的结合，又是玄妙无穷，变幻多端。那么，如何使骑兵与步兵发挥出最大的优势？今天我们就从一例经典的古代战役来分析一下。话说，秦、赵、长平之战。子豪兄，你有没有觉得这个杀戮过重？如果需要征服，那么杀戮就是必经之路。离离原上草，一岁一枯荣。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。这四句讲的就是斩草除根。小侯爷真是文武全才呢。会算数也就罢了，还会兵法；会兵法也就罢了，还会作诗。到底是咱大唐的侯爷。哎，别看了，公主和小公爷可能今天晚上要在这儿吃饭，你去厨房准备一下，我也要去采些花。王夫人，这有你这大唐第一才女在，子豪耳濡目染，口才不得了啊！公主谬夸。离离原上草，一岁一枯荣。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。好了好了，今天咱们那个课程就上到这儿吧。你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掌握你所学到的知识，用实践来磨练自己，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才是重中之重。纸上谈兵，那只是一个小小的开始。来，公主请。都坐吧。听说杜大人就要升迁了。是啊，其实调令上个月已经下来了，只是陇右道冲者府编制未定，一时难以交接，所以才一拖再拖。你舅舅做了兵部尚书，你也算是英雄有用武之地了。公主见笑了，见笑了。舅舅夫人兵部尚书后，按规定2个表哥必须离开北衙府。这舅舅打算让我去顶一个冲辙都尉的缺，也就要统领1000多人的队伍了。今日来就是与子豪兄商量商量。哦，四爷既然打定主意，那就只管去。北衙府不乏沙场老将，乃藏龙卧虎之地，岂是我等纸上谈兵之辈可及呀？此等前去，必当与同僚多多沟通，以他人之长补己之短，才是求实之道。切莫自持身份，清高自傲。平日里对待士兵要严宽相济，恩威并重，得其心才能夺其身。号令之下，无不报死而效命者，方能成为一代名将。切记，谨听子豪兄教诲，小弟定然会身先士卒，不负子豪兄厚望啊！身先士卒当然是好事，但是身为3军统帅，要懂得运筹帷幄。治军讲究的是手段，人尽其才，物尽其用，最大程度地调动将士们的积极性。必要的时候，要懂得使用手段来获得士卒的拥护。
阵仗之上，更要不择手段地置敌人于死地。对待敌人的仁慈，就是对自己的残忍。斩草要除根呐。今日本宫也是受教了，子豪真乃我大唐的人才啊！公主过奖了。谢公主垂顾，谢子豪兄教诲，谢嫂夫人的招待。您看咱们已经那个酒足饭饱了，要不然我来送送啊，送送。今日的课程，学生真是受教了。哎，皮毛。子豪兄谦虚了。哎，你干嘛呢？公主好，小公爷好。啊，在下家中还有点事儿，就先行告辞。好，告辞。这小丫头模样挺俊俏的，是二夫人吗？还不快给公主请安！贱妾给公主请安。免礼。等等，第一次见，这个送给你，拿着。拿着吧。你跑哪玩去了？是不是还没吃饭呢？快回屋吃饭去吧。你也去吧，我送公主就行了。啊，公主慢走。这边。一会儿我要去打猎。小蝶，我穿这件衣服是不是显着我腿短啊？不会呀，小辉的腿本来就短。啊？夫君，穿成这样是要上山行猎吗？我想去庄子上转转，顺便练习练习，看看能不能打几只兔子回来。兔子啊？听说山里的猛兽不少呢，让二娘子陪夫君去吧，多个人还保险一些。哎呀，不用了，兰陵公主都能一个人上山打猎，我一个大老爷们怕什么？人家女人都不怕。兰陵公主什么时候说过她是一个人上山打猎的？咋没说过呢？刚刚席上她不是说了吗？她去打了几只兔子，专程送到我们家来呢。你都忘了？是吗？是啊。公主什么时候说过这话？妾身都忙糊涂了，这院子里的工匠还等着铺石子呢，妾身得去看看，这铺成什么样我都还没想好呢。夫君一个人上山，可别跑太远了。哎呀，知道了，放心吧，夫人。去个屁！你身子这么虚，在家好好待着，改天再去啊！你别以为你刚才帮我圆了谎，我就欠你的啊！我松手！你再不松开，我抽你了啊！晚上我让你一个人睡，喂狗熊，这山里边狗熊可多了。好了，我怕了你了，你今天先在家，我先去探路，明天一早带你去，好不好？夫君，那个兰陵公主没安好心，你离她远点。这丫头怎么说话呢？人家怎么就没安好心了？她总是偷偷看你，一看就知道。别胡说八道了，可不能这么猜忌别人。那夫君明天答应带我去，你可别忘了。这兰陵也太不小心了，熟透的女人了，怎么就叫个小丫头片子给戳穿了呢？亏得还是从皇家出来的精明人，一点没使住，要不然咱二女也不是简单人。房玄龄的孙女，高阳公主的亲女儿，论遗传基因未必就比她兰陵差。要是长到兰陵这个年纪的话，二女长大可咋办啊？
这王子豪作为当代屌丝男，凭借他从网上看到的一些军事知识和战略部署，到了唐朝以后，居然成为了牛 A 和牛 C 之间。你们都懂。下一集里，王子豪居然想杀兰陵公主，